战争造成侪囡仔死亡，风城奈及利亚军方将一寡地区的囡仔变激进分子，下令甲因枪杀。世界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顶个月破产，创办人2礼拜哈马洪掠到会送入去美国受审。美国宣布新的科学突破，其融合是成功用较少的能源生产较侪电，这款发电方式佫无碳排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伊朗的头巾示威是当地40多年来上界严重的抗议活动。伊朗的官方顶礼拜是处死一个参加示威的民众，罪名是伤害军方部队成员。当时佫公开处决吊死另外一个示威者，罪名是杀死军人。不过这罪名是真的，也是官方硬凹的，根本就无法度证明。德国外交部长就批评伊朗官方的行为根本就是咧抬价架高，后面是讲会佫继续制裁伊朗。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上街花高呼爱独裁者去死，因为最近伊朗当局2摆公开处决杀害安全部队的民众。一名23岁查甫人拉纳瓦德，地方逮捕只有23天了后，12就公开执行假刑，罪名是杀害2名安全部队成员。伊朗的先伫车北处决一名23岁查甫人谢卡里，因为伊举刀伤害一名安全部队成员。家伫德黑兰东路，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伊朗当局想要对至少21个人判死刑，是假审判真恐吓。这场斗争活动示威拖到伊朗全国31省161个城市，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杀倒王室建政以来所拄到的上大挑战。不过伊朗当局辩解，伊朗稳准批评甲抗议。انتقاد و اعتراض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آزاده و همه شهروندان می توانند مبتنی بر قوانین و مقررات داخلی دیدگاه‌های خودشون رو، انتقاداتشون رو و حتی اعتراضاتشون رو به گوش مسئولی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سونند. 国际间出现谴责的声音，德国外长批评伊朗公开执行假刑是为了向抗议者抬价架高。美国国务院也警告伊朗，唔拿美国关注这件代志，全世界拢来看。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各地战争是造成超过3600个囡仔有路无厝，甚至是失去性命。亲像奈及利亚就传出讲，军方认为生活伫咧激进组织控制地区的囡仔，未来卖变做激进分子，竟然是下令把囡仔拢杀死。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嘛，常常用囡仔做武器，伫咧囡仔的身躯顶按炸弹。也若是另外一个国家也门，是有侪囡仔伫咧战火之下无物件通食，营养不良破病死亡。Times when we come into a place and we find children and adults, we kill them all, shoot them all. 无看镜头看涂骹，军人亲嘴讲战争的屠杀过程。奈及利亚北部一直战争，最近有4个军人甲百姓讲，军队果然下令消灭儿童的命令。几年前一场发生伫北部库卡瓦城镇的屠杀事件，甚至连红婴仔甲囡仔爸母嘛无放因线。It's not just our commanders. Most people say the same, and they heard it from the mouths of our soldiers, saying that if we let them grow up, if they're born and they grow up, it will be with that ideology. Boko Haram's ideology. 奈及利亚南方基督教势力甲北方伊斯兰宗教地区长期有冲突，囡仔毋若变做军方屠杀甲枪杀的对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阁控诉北方的博科圣地激进组织，甲囡仔当作战争武器。You see an 8-year-old boy holding a bomb, or other times those kids loading ammunition. 伫阿拉伯半岛的也门有11000个囡仔死亡，也是身体障碍。自从8年前军事冲突升级了后，全国有200多万个囡仔严重营养不良，差不多1/4是5岁以下。His leg was amputated at the knee, and now he has a prosthetic here. No child should ever go through something like that. 联合国指出，进前15年军事冲突已经造成全球超过26万件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呼吁无应该搁互囡仔变做战争的牺牲品。公司新闻纽言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暗算加扣税部国防预算，连伊本身的自民党都反对。经济大臣高市早苗是公开反对，佮强调讲，若是因为这个言论去互换掉，伊嘛无法度。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甲南韩的外交部长张时行会谈。中国网页批评美国通过补贴家己产品的通货膨胀相关法案，破坏贸易规矩。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官方甲护理师工会调整薪水协商失败。这礼拜四，英国护理人员开始大罢工。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的创办人伫巴哈马被逮捕，送得去美国受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为了争取人权、防治自杀甲认同性剥削问题，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因的Twitter是去互解散。这又阁是一项管控网络安全的做法。伫咧马克思收购Twitter了后，煞是去互废除。美国的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昨是去中国访问，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见面。中国是强调讲，有讨论到美中双方甲台湾的敏感问题。美方嘛表示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甲台湾的关系法。另外，日本这礼拜可能会公布新的安保战略，这当中可能是会写到规划Okinawa防卫集团，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甲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12日伫中国河北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演说摆实伫1年的会谈成果，嘛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做准备。中国外交部是证实讲有讲到台湾的问题，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开展相关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沟通。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ith the PRC, we make very clear that we continue to uphold, to respect our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elements that undergird it, as we continue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that are put forwar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也那双方是毋是有讲到近期美国对台军售？普莱斯伊无明确回应，敢若讲一中的政策，还有台湾的关系的立场。不二个有强调美国煞咧会和北京竞争来保卫国际的秩序。也若讲日本这礼拜望会当来公布新版的保安战略，其中有讲清楚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要来应付台海的变局。日本政府甲中国的动向甲定位做是进前毋捌看过上介大的战略挑战，这嘛是日本伫2013年制定保安战略以来头一遍来做修订，会煞咧来拟创冲绳的防卫集团来应付台湾有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昨是甲7大工业国集团的头人视讯会议。会议当中，泽伦斯基是呼吁罗西亚伫咧亚旦节进行撤军，罗西亚证明讲家己是愿意放弃侵略别人的领土，安尼才有法度化解敌对的局势。支持工业国家欧盟除了是强调讲会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欧盟嘛当咧规划对罗西亚实施新一波的制裁。因为这战争已经拍要9个月，国际是呼吁两国赶紧谈判，不过这战况煞是有愈来愈热的现象。双方除了伫咧乌克兰的东部交战，乌克兰为着阻挡罗西亚对克里米亚方向调兵，是对迄附近的梅利托波尔射飞弹。当地市长嘛已经证实是有拍到罗西亚的军事基地。甲G7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视讯会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爱G7向乌克兰提供更加侪武器，也呼吁俄羅斯證明放棄侵略，為亞旦節開始撤軍。Росії хоча б спробувати довести, що вона здатна відмовитись від агресії. Було б правильним саме на це Різдво почати вивед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 з міжнародно визнаної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Якщо Росія здійснить виведення військ з України, то тим самим буде забезпечено і надійн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бойових.
泽伦斯基也表示，俄军火力依然有优势，尤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和乌克兰有数百万人伫当天零下低温无电通用。俄军最近也主动展开攻击，为防止俄军为克里米亚找救兵，对马里托波连下几粒飞弹。当地市长证实，飞弹拍中俄军军事基地，有数十名执勤者死亡。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втрат, то в цілому на 3 об'єктах втрати рашистів – це десятки безповоротні втрати, а втрати щодо поранених, яких відвезли до шпиталів та до Криму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це сотні, близько 200 рашистів поїхали до шпиталів. 俄当战方共款计咧，俄国军方发布影片显示，无人机对顿涅茨克前线发动攻势了后，造成大规模爆炸。乌克兰也发动火箭炮反击，造成顿涅茨克有真侪点头被毁。外交方面，欧盟外交部长咧讨论将对俄国实施第9轮制裁措施，按正将200个个人甲实体列入制裁对象清单。We discussed the 9 sanctions package against Russia, against the Kremlin, for escalating it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But on that, we'll give more details later. We have to continue working. 普瑞希望相近这2天对应对制裁方案达成协议。各国部长也开始针对分散价值20亿欧元、新台币将近650亿的武器到乌克兰展开讨论。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世界第2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顶个月是雄雄宣布破产，造成济投资人损失惨重。FTX 的创办人弗瑞德顶回是公开出面回息的，不过伊强调讲无用投资人的钱经营家己的公司。张弗瑞德伫咧巴哈马去互掠到，会引渡送回去美国。美国纽约检方已经甲伊起诉9项罪名，包含诈欺甲洗钱。全球第2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29岁创办人班克曼·弗瑞德，原本互人叫做“壁款金童”，最近煞正做过家了起。10日传出伊已经伫巴哈马被掠。美国纽约检方已经证实这消息。FTX 伫顶个月11无预警宣告破产，震惊全球。路透社引用2个知名人士的话表示。FTX 出问题进前，弗瑞德捌秘密将 FTX 100亿美金的客户资金转到伊个人自行的交易公司阿拉米达，至少10亿美金的客户资金消失。不过，这个月初，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只承认风险管理失败，无承认相关的指控。I don't know of FTX deposits being used to pay off Alameda creditors. I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is any improper use of customer funds. FTX 宣告破产后，投资人的钱去了，构成有超过100万的用户的加密钱包被锁，资金无法度提回来，受害者遍布全球，包含真侪有名人。纽约检方11月中开始介入调查，用诈欺甲洗钱这罪名将弗瑞德起诉。美方要求巴哈马将弗瑞德逮捕了后，将伊引渡回国受审。这重创加密货币款不止比特币计销大达63%，过加密货币市值也损失1.63兆美金。学者认为这代志亲像币款的雷曼风暴，投资人应该重新思考加密币的本质。Crypto as an industry is approaching a decision point where it needs to start to figure out what its applications are beyond being a purely speculative casino asset. 专家呼吁加密货币的规范甲监管要彻底检讨。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中国这3年的防疫政策是按甲咱想袂到，除了台北市咧封城，平常时出入大卖场等等的公共场所，嘛拢要有核酸阴性的证明。自从顶个月底，侪城市的抗议示威架起来了后，防疫措施就开始放冷。即嘛是追踪民众行踪的手机软体嘛要落架退场，互人封锁3年的民众真无等着解封，侪地头的车头、机场甲景点拢出现旅游的人潮。经过白雪运动的抗争了后，中国渐渐行出清零政策。除了病院、学校，出入一般公共场所唔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跨省市旅游唔免扫健康码。自13透早起，专门用来追踪卡车的通信行动卡 App 嘛发停。这寡放零措施，互商务交通甲休闲旅游出现报复性反弹。广州机场人排甲真长，俄罗斯这次火车站礼拜2也涌入大量旅客。现在旅客呢，主要以务工返乡和商务出差这2种客流为主。
这个旅客呢，现在购票乘车均不用再出示核酸阴性报告，购完票以后通过正常的安检即可进站乘车。为了满足旅客需求，河南地漳拜六起恢复到成都、厦门等其他主要城市的列车营运。南方航空也恢复100多条航线的飞行，部分机场甚至开新的航线。那各大景点已经开始出现人潮四散的出市场，吸引不少人去出市。有日头的深圳是有人规家花大西到豪华路营，湖南张家界秀丽的青山美景，更加是真侪人想要去的好所在。的确非常方便了。昨天刚刚看到这个通知的时候，特别的兴奋。今天呢，就来到七星山转一下，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为了促进观光复苏，部分旅游景点推出买票拍折优惠。随着脚步挖近，中国各地旅游业者拢期待出现类解封了后的旅游商机。因为在防疫放令的同时，当局也烦恼疫情会随之升悬。卫生单位已经宣布将扩大医疗服务量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澳洲自从20多年前发生35个人死亡的枪杀案了后，就严格管制枪。不过，昨有关是发生2个警察放弹射悲剧。2个警察迄当时是去昆士兰省一搭较压贴的农庄调查失踪人口，不过想袂到歹徒竟然是凶开枪。犯案的3个凶手嘛已经互来支援的警察当场打死。昆士兰省的政府机构今日是公判期，为这2个殉职的警察哀悼。针对昨日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省2名员警遭枪杀惨案，澳洲总理阿巴尼斯13表示，这是所有澳洲人拢感觉悲痛一天。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of all those affected by this tragedy. With honour, they served, and Australia mourns with you today. We stand with you always. 这枪击案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省离首府布里斯本西北边270公里的威姆比拉，当地一个偏远的农村房舍。当地时间10日下晡4点45分，4名员警接到报案去调查一个人口失踪的案件。想要到这多到位，就互厝内底歹徒开枪。26岁查甫员警安诺德甲19岁女性员警瑞秋当场互人打死。2人分别伫2020甲2021年底投入警察生涯，作不行正做领回歹徒的枪下亡魂。昆士兰省的政府机关13宣布降半旗，替2位员警致哀。I don't think there's a single Queenslander today whose heart isn't broken. It is so sad. It is so devastating. And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s 2 police officers murdered in cold blood. They were executed. They're both under 30. Their lives have been cut short. 第一批去调查的4名员警，除了2人被射杀以外，另外1人受到小可轻伤。第4位员警幸运躲过一劫，请求警方支援。这名员警也拄到任几礼拜。第一波交会当中，附近一个58岁居民也不幸被射杀。昆士兰警方了后正派警力为空中甲地面包围这农舍，最后在暗时10点30分左右结束攻击。厝内2个男性加一个女性歹徒全部被弹死。另外，开枪杀警的动机也搁会调查。澳洲1996年发生35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案了后，就严格枪击管制法律，甲即马敢若发生过3件重大枪击案。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美国的能源部长宣布一项新的科学突破，就是核融合已经会当用较少的能源生产较侪电。这核融合到底是啥？咱简单解释给大家听。核反应是分做2种：核分裂甲核融合。目前世界上所有的核能发电拢是核分裂，原理就是把较大粒的原子核拆开，过程当中生产出来的能量就是核能发电。这届美国新突破是另外一种核融合，过程是完全颠倒变，是把较细粒的原子核用能量甲因甲做伙，收集过程当中生产的能量来发电。用较高级的比喻来看，就是拍扑克的时阵，2支手靠着夹的时阵，就会有一阵风，迄阵能量就是这阵风。当然，这只是形容，事实上无遐尼简单。其实核融合的技术是早就已经有啊，不过产生的能量煞永往拢是比投资入去的较少。拍扑克拍甲大力，风煞是细阵。这回美国讲的大突破，就是付出总算是会当比回报较少啊。虽然这只是头一步，不过未来若是有法度继续发展，就会当成做发电上好的选择。因为核融合爱用到的原料地球是有用袂了的。
而且这款发电的方式阁无摊牌好。目前全球上普遍的核能发电是属于核分的反应。简单来讲，就是负责较大原子分裂做两个，或者是搁较济、较轻、较细的原子。核融合的过程是拄啊变过来，也就是互两个或者是搁较济、较轻的原子融合成一个较大、较重的原子。核分的原料来自铀元素甲钋元素，爱经过提炼制作出燃料棒。核融合是处向自然界当中存在氢元素。因为核分裂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处理过程甲掩埋场所，以上拢引起重大证据。核融合也产生废料，暗过半衰期地真济。核融合发电甲太阳能形成产生个适合能源原理正共款，暗过核原子的融合需要动用高能雷射，发电进程都要注入大量的能源。所以以前实验都算成功，产生核融合反应，能源输入甲输出无法度符合效益。所以，这摆美国能源部实验成功是相当重要一步。当然，实验成功离实用还有真长的路。美国能源部的讲法指出，核融合爱护办法甲太阳能和热电发电方式竞争，才能继续生存。所以，爱靠这种相对清气的方式产生长久能源，和化石燃料发电慢慢退场，也阁需要真侪年的时间。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来看一项医疗奇迹，英国有一个得 T 细胞白血病少女，化疗换骨髓拢医袂好，接受病院建议用一项新的医疗疗法，医疗效果是真好。13岁艾丽莎伫2021年5月，被诊断得 T 细胞白血病。谢菲尔德甲莱斯特两地的 NHS 病院，予伊进行骨髓移植、化疗等即马所谓疗法。艾丽莎的病情犹原无较好，英国伦敦大澳蒙德这病院就建议试看卖新的革命性基因疗法——金基编辑细胞疗法。I'm very honoured, and it feels good to have helped other people as well. 金基编辑技术是2年前发明的。艾丽莎的治疗团队先为健康的治患者身上抽出 T 细胞，透过金基编辑设计一种新型的 T 细胞，可以会当追踪佮杀死艾丽莎体内的癌性 T 细胞，佮袂影响其他的正常细胞。艾丽莎今年5月接受治疗，6个月时间过去，康复情况良好，体内已经侦测袂到癌细胞的存在。If you think about how a delivery driver has to reach a specific address in a specific street, in a town, in a country, these days they'll do that by plugging in a postcode into the sat-nav. That's essentially what we're doing with the new tools that are emerging now. We're sending enzymes into cells to act at very precise postcodes. 大澳蒙德这病院艾丽莎的医疗团队当日招募10位 T 细胞白血病患者，扩大进行临床实验。那一切顺利，未来会当运用伫对着其他真歹治好疾病患者的身上。公司新闻王慧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